谁？我要告你非法闯入民宅，入室强奸！这是我家，我怎么就擅闯民宅了？你家？天哪，他该不会就是别墅的主人吧？姐姐不是说他过2天才回吗？我怎么提前到了？我童熙，大4学生，一向倒霉的我，居然走了个狗屎运，在网上抢到了一个别墅打扫的单子，抢到了！5万，整整5万块，这跟捡钱有什么区别？我的人生不会要就此转运了吧？只是可惜，我只是个麻雀，这辈子只有打工的命。转运，我是不敢想了。快上打扫好了是吗？经过你再检查一下，过2天他就回来了。人比较挑，劳你多费心了。好的。桌上的酒是我送你的，这里离市中心远，又下着暴雨，你可以住一晚，明早再回。有钱人的床就是舒服，正好喝醉了睡一觉，明天继续打工挣钱。健身，恭喜回国！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就在你的房间，记得收下哦。还有，早点谈恋爱，咱妈等不及了。不愧是我亲戚，居然让别人给我下药。父亲，我来了。妈呀，这脸，这唇，这身材，梦里的帅哥质量都这么高了吗？既然是我姐安排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天哪，原来不是梦，我真的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滚床单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昨晚我喝多了，姐姐说可以在这儿住的，我不知道你要回来，我不喜欢别有用心的人，收了钱我们2清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不会是觉得我故意勾引他吧？大叔，是我自己喝醉了酒，我认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死缠烂打的，钱我就不收了，你自己留着欣赏吧。想好了，联系我。少看点短剧行吗？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侮辱人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。跟我演戏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想做什么。终于来了，姐妹，你知道这讲座有多火爆吗？这个位置差点就保不住了。抱歉，兼职蔡姐说，不就是个就业讲座吗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据说这位教授是特聘的，身份背景超级牛，大环境不好，估计都是来找他取经的。是吗？这么有成就，估计是个秃头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来了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健身。关于就业规划及方向的讲座，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。我了个，学校的特聘教授居然是他！啊，完了完了，千万别被认出来呀，不然我的一世移民就保不住了。西西，你怎么了？脸怎么变猴子屁股了？没事儿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
求求了，别说了好吗？我不想社死啊！用手挡脸的那位同学，请问如果是你 ，A 公司和 B 公司，你会怎么选？是他，他是庆大的学生，庆大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？老师好，如果是我，我会选 B， 对，就是 B。说说看，为什么是 B？ 因为 B 公司的食堂好吃。坐下吧。各位同学，选工作可不能图好吃啊！这位同学是个反面教材，你们不能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要不要去扫荡3食堂的糖醋排骨啊？不了，我得去兼职了。校招再见。唉，一天打那么多工，他不累吗？他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姑姑也来了。西西，你姐姐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大公司做管理的，彩礼50万。我正和你妈商量着，让你去相亲呢。什么相亲？妈，我大学毕业了要找工作的，相什么亲啊？是啊，西西还小呢，嫁人又不耽误找工作。这些年，我弟弟一直在外面打拼，富贵这病掏空了家底，现在连手术费都凑不齐。那也不用卖女儿啊，我自己挣不行吗？别说了，哼，50万你上哪儿挣？西西，你是跟着你妈过来的，跟富贵也不是一个爸。但这些年，我王家对你不薄吧？你不能不管你弟弟啊！我说了，我马上就毕业了，我会努力挣钱的。是啊，西西念书的钱都是她自己挣的，这些年还给家里拿了不少呢。要不这事儿就算了，那去看看总恒吧，看不上就当我没说，行吗？行，妈。深色西装，找到了，陆先生是吧？今天我来这儿是为了把话说清楚的，不管你提什么的条件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你在说什么？是你？不是，跟我相亲的人竟然是他！大叔，这可不是我在勾引你啊，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。我说过，我不喜欢品行不端、死缠烂打的女人。我死缠烂打？行，现在就证明给你看，到底是谁死缠烂打。喂，童小姐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喂，童小姐，喂。天塌了，我居然搞错相亲对象了。这下误会大了。怎么不证明了？我要是说我走错地方了，你信吗？童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陆教授认识啊？周校长好，我走错地方了，你们聊。校长认识他？那当然了，童熙是个好孩子，你可别小看他。就他，看来还挺会演，把校长都给骗了。走了，反正以后也没什么交集了，误会就误会吧。陆先生，既然我们已经说清楚了，就请你跟我妈和我姑姑解释一下吧，谢谢。行，既然你没看上，那我就先回家喽，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做饭呢。你结婚了？切，很奇怪吗？骑驴找马的道理，你一个大学生不会不懂吧？算了，跟你废什么话？不是，姑姑从哪儿找来的神经病啊？真是气死我！西西怎么还不来？校招都快结束了。西西，这里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可能是跑太急了，还有点反胃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排队。这是哪家公司啊？哎呀，管他的呢！据说这家公司福利待遇超级好，好多同学投他们呢。你好，我叫童熙，这是我的简历。陆教授，这边请啊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怎么在这儿？陆教授的公司可真受欢迎啊！
我听说全校有70%的学生都给你们公司投简历呢。这一届庆大的就业指标就指望你了。应该的。不是吧？难道这是他的公司？他该不会以为我又是来纠缠他的吧？不好意思，突然发现我排错队了，我要投的是那一家，抱歉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居然投了陆氏，他果然是冲着我来。怎么了？陆教授在看什么呢？没事。妈，我下班了。西西长得这么漂亮，难怪讨人喜欢。陆家已经把钱打过来了，下周你先和他们家人见一面，这事儿就定了啊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定下来了？你看西西还不好意思了，这女人嫁人天经地义，没什么好害羞的。嫁人？嫁什么人啊？西西，你最近忙着兼职找工作，没时间回家。你姑姑呢就问了陆先生，想了解一下你俩的进展。陆先生说你已经答应他了，是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他了？你没答应他吗？上次相亲的时候我已经拒绝他了，他说过要跟你们解释的，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居然出尔反尔！西西，你该不会是被人搞大了肚子，所以才拒绝陆先生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胃不舒服。这陆先生我可是见过的，英俊帅气，仪表堂堂，你可别为了乱七八糟的男人拒绝这么好的婚事啊！我没有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他已经结婚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结婚了，怎么会出来相亲呢？怎么会打50万打过来呢？再说了，这钱都已经用了，退婚怎么能行啊？那也不能让我委曲求全啊！妈，他真的已经结婚了，还有孩子呢，他就是在骑驴找马，我怎么能嫁给这种人呢？美兰啊，要不还是算了，西西她还小。算了，那富贵怎么办？钱都拿去给富贵交手术费了，手术就定在后天，我上哪儿去给他退钱？西西，富贵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不管他吧？姑姑，你把钱退了吧，我就算病死，也不要姐姐牺牲自己。呸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死不死的？在我心里，姐姐最重要。不行，我不退，这手术必须做。西西，要不你先答应下来，大不了以后离婚嘛。富贵他等不起呀。要嫁你自己嫁，反正我不嫁。哎，西西，姐。喂，陆先生，我没有说要嫁给你，你怎么能胡说呢？这钱算我家借的，行不？以后我……那不行，收了钱我就得要人，乖乖等着嫁给我吧。啊！喂，可以借我点钱吗？可能要的比较多，50万，行吗？喂，怎么办？我上哪儿去凑50万啊？老天爷，我已经这么惨了，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？是他，大叔。去哪儿？送我到校门口就行了，谢谢。送到女生宿舍楼下。好的。想好了，联系我。大叔，上次说的那个条件还有效吗？你放心，这钱就算是我借的，以后我一定还给你。只是我现在……账号，钱给你，转过去了。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他现在一定觉得我就是那种很坏很坏的女人吧？我怎么就一时冲动找他开口了呢？你好，是童熙小姐吗？你好，我是陆氏集团的 HR， 之前给我们投过简历，请问下周可以来入职吗？下周？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是的，童小姐，记得去做入职体检哦，到时候体检报告会发你邮箱的。
好的，谢谢。太好了，没想到随手投的简历居然通过了，这下好了，有了工资，我就可以早点把钱还给大叔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胃越来越不舒服了？等入职了，还是找个机会去看看吧。各位，稍后人事部统一给大家办理入职。是他。大叔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哇，那是谁啊？好帅啊！这脸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让我给他生8胞胎吧，我可以的。他是我们公司新上任的执行总裁陆建深，之前的总裁是他姐姐陆明书。什么总裁？不好意思，突然发现我排错队了，我要投的是那一家，抱歉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。天哪，这也太乌龙了吧！后面那家才是他的公司，这下好了，他对我的误会，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童小姐，身份证给我一下。抱歉，我没带，之前也没说要用，是我们忘记提醒了。可以叫你家里人拍照发过来吗？照片也行的。好，稍等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喂，妈，帮我找个东西。是身份证对吗？对，拍照发我就行。妈，找到了吗？喂，妈，你在听吗？西西，你怀孕了？什么怀孕啊？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的入职体检报告上都写着呢。我没看。西西啊，你大学还没毕业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妈，先把身份证发我行吗？我先办入职。你都怀孕了，人家公司还要你吗？告诉我，孩子的爸爸是谁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孩子的爸爸。这件事是个意外，妈，等我回来再说行吗？那他愿意负责吗？大叔这么讨厌我，我们俩的身份悬殊又这么大，这个孩子他肯定不会要的。西西啊，咱们家已经很困难了，要是那男的不想负责，这个孩子你还准备生下来吗？你养得起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那就听妈的话，去把这个孩子打掉吧，就算是为了你的前途，好吗？我知道了，妈。等公司这边忙完了，我就去医院。他是谁？他听到我说话了。没事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陆氏集团一向任人唯贤，就算你怀孕了，公司也不会开除你的，你不用因为工作去打掉孩子。谢谢，是我自己的原因，我现在的确不适合生孩子，未婚先孕，家里又是那样的情况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看你自己了。做手术的话，可以跟 HR 说一声，晚点再入职。好的，谢谢。童曦是怎么进公司的？陆总 ，HR 说童曦笔试面试优秀，凭自身实力入职。童曦？不会是我庆大的童曦吧？是的，校长。那有什么好意外的？这孩子本来就优秀。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你别看这孩子小，做起事来很厉害的。学校的奖学金他年年拿，成绩永远是第1名。他真有这么优秀？那还有假，只是有点可惜。可惜什么？这孩子啊，家庭情况不太好，妈妈没工作，爸爸又常年在外，弟弟好像得了什么重度地中海贫血，每年都要花不少钱，简直是天崩开局啊！可这孩子啊，性格坚韧，乐观开朗，不抱怨不怪罪，课余时间就自己去打工。这些年他上学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挣的。不过听说前不久他家里凑齐了手术费，给他弟弟做了手术，手术好像还挺成功。原来那晚他找我要钱是因为这个，是我误会他了。姐，不好意思，校长，久等了，我和健身送你下去。刚才你和童曦聊什么呢？童曦谁啊？还装？刚楼上那位不
不是之前你让他来我家的吗？还说什么回国礼物？童熙？哦，她就是给你打扫房子的童熙啊，长得还挺漂亮嘛。等一下，打扫房子？他去我家是打扫房子，不是？不是什么？姐，你送我的回国礼物是什么？不是放你桌上了吗？你最喜欢的 LE 限量款腕表啊？怎么，单身久了不识字啊？那你倒是谈个恋爱啊，害得妈天天催我。原来他不是姐找来的，是我误会他了，该死！张正，联系人事部，问一下童熙的入职时间。入职？她暂时入不了了。怎么？她不来录事了？不是，她怀孕了。什么？怀孕？是啊，对方是个渣男摆烂，还不想负责呢。听他意思，估计今天就要去做手术。他还要打胎？这会儿估计快进手术室了吧？什么？什么？他居然要去流产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不是说好了跟阿月一起吃饭的吗？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吃。风风火火的，这小子要是再不找对象，我就等着以死谢罪吧。童熙的电话和地址发我，还有查一下他去了哪家医院。好的，陆总发您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。去西城医院。是。抱歉。没事没事，你这么着急是找什么人吗？对，您知道妇科怎么走吗？我刚从妇科下来，3楼就是。谢谢。童熙，手术室。陆总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童熙，你把童熙叫回来，她不能进手术室。童熙？哦，你说的是做流产手术的小姑娘啊？今天手术约满了，她排到明天了。多谢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什么？怀孕了？谁的孩子？什么时候怀的？我问过她了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孩子已经6周了，我们准备明天去做手术，把孩子拿掉。我就说，陆家那么好的条件你不要，非要借钱还给陆先生，原来是心里有人了。有人就有人呗，谈恋爱也正常，偏偏被人搞大了肚子，对方还不想负责。这要是让街坊邻居知道了，你还怎么嫁人？我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挣钱，又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路。你自己挣，行啊，出去当2天牛马试试看。成绩好有什么用？光给家里添负担了，打胎的钱还得自己出。哼。还是我家倩倩争气，放弃学业找了个好老公。你呀，就该跟你姐多学学。哎，行了，姐，你别说了。谁呀？这么晚了？这不是问路那位先生吗？你好，你找谁？原来医院遇到的就是他的家人，我来找童熙，请问方便进去吗？请进。大叔，他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我家了？你说呢？大叔一直以为我品行不端，突然登门，该不会是想开除我吧？你找童熙有什么事吗？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是开除啊！看来2位已经知道童熙怀孕的事儿了。我叫陆健身，贸然登门就是想对这件事情做个澄清。澄清什么？是童熙的男朋友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会负责。方便吗？我们聊聊。怀孕的事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之间本来就是意外，我自己也有责任。再说了，我不想再被你误会了。抱歉，之前是我的问题，孩子的事
我会负责。行，那手术的钱咱们 AA 吧。还想做手术？不然呢？总不能把他生下来吧？为什么不能？我现在只能养活自己，怎么养他？难道要他从小遭受白眼，在贫穷和自卑的里长大，穿着最差的衣服，一边读书一边给家里挣钱吗？那样的话，我宁愿不生。我有说过，让你一个人抚养孩子吗？我们协议结婚，你把孩子生下来，1年之后你可以选择离婚。4个亿，还有一套别墅和2辆车。别墅和车你可以自己选，如果不喜欢，也可以折算成钱，我会在总价上再加1亿。那不就是5亿？大叔也太豪迈了吧！一出手就是5个亿，是我几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啊！不过陆家这么有钱，想必也不会亏待这个孩子吧？等结了婚，他就是名正言顺的陆家长孙，教育是不用愁的，看病是不用花钱的，还能拿到股份，这辈子直接躺赢。而我也有钱了，不用累死累活当牛马了，不但可以给家人养老，还能扁担母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既然没问题了，那就签字。既然没问题了，那就签字。明天我们去领证。天哪，毕业证还没拿到，小本本就先到手了，还是跟自己老板。有个问题我可以提吗？你说。既然是刚刚结婚，以后注定是要分开的，所以我没有告诉家人你的身份，你能不能也先不要跟你家里人说，免得以后解释不清。可以。那大叔再见。回家，陆太太，刚持证上岗，你就想夫妻分居？上车，跟我回家。太太好。张婶负责1日3餐，王管家负责日常用度。太太，夫人安排我们来照顾先生，也才到岗几天。先生喜静，除了我，其他人都不住家。您要是缺什么，随时跟我说。好，你们不用客气，叫我童熙就行。先下去吧。上次来这儿，我还是个做清洁的，现在我居然成了这里的女主人。密码是6个8，不限额，想买什么自己买。不用，我花自己的钱就行。到时候5个亿一到账，不就赚了吗？你是我太太，婚约存续期间，你有权享受一切。大叔他真的好好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对我这么好的人。我要出差半个月，晚上就走，去看看住的房间，缺什么就跟张嫂说。好的，太太，太太，您跟我来。姐，有事吗？健身有空吗？晚上一起吃饭。没空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一天在忙些什么，吃个饭居然没时间。给你的。这些是补肾的，你身边连个母蚊子都没有，妈以为你不行，特意叫我给你补补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你倒是带人回来呀！妈天天让我安排相亲，你又不去，烦都烦死了。太太，时间紧张，有些新款暂时还没送过来，您看看还缺什么？天哪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就是穿到明年也穿不完啊！不用再送了，真的。
等下个月品牌方就会送新的来，我们再把这些旧的扔掉。扔掉？有钱人都这么奢侈的吗？其实不用扔掉的，这些衣服都很好，到时候偷偷帮我收起来，我以后再穿。好。大叔的衣服也在这儿？当然了，这旁边就是先生的卧室。不是说协议结婚吗？不会还要住一间房吧？不行，我得去问一下。大叔，关于那个房间，我想问。这不是上次在公司见到的姐姐吗？她和大叔认识。童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她还知道我的名字？这是我姐陆明书，陆氏集团上一任总裁，也是找你打扫别墅的人。什么？姐？难怪我怀孕的事情，大叔那么快就知道了，原来是姐姐告诉他的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难不成……没有，我是来打扫别墅的，是陆总叫我来的。是吗？妈不是给你派了佣人吗？人家童熙身体不方便，你还……童熙打扫的挺好的，所以还以为这臭小子开窍了呢，看来又是空欢喜一场。童熙，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我先走了，相亲的事儿别忘了啊。相亲？我结婚了，相亲不用了。哎呦，你小子这么有本事啊！给我看看你老婆照片呗。不了，保密，也请你不要外传。我接个电话。童熙，跟姐姐过来一下。你在这儿打扫别墅，应该知道一些。我弟弟他真结婚了。大叔啊，大叔，不是说好了要保密的吗？你怎么就水灵灵的说出来了，害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是结婚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见过他吗？这是陆总的私事，我也不知道。西西啊，你这么乖，这么听话，一定会帮姐姐打消息的，对吧？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健身的。等你成功了，姐姐再给你别的奖赏哦。我姐呢？走了。钱哪儿来的？你姐给的，让我帮她打探你老婆的消息。那你要打探吗？喂，妈。西西呀，证领了吗？领了，妈，我现在在她家。怎么样啊，西西？你妈说她只是个司机，家里只有一套房，够住吗？你们？够了，30一厅呢。够住就行，妈也不图你找个条件多好的，只要你俩合得来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对了，空了带她回来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。好。一套房，这哪儿够啊？还是我家女婿有本事，自己创业，买了好几套房呢。下次吃饭，我让女婿给他安排个保安呗，没准儿比开车工资高。唐经理，采购部新来的实习生到了。童熙，好久不见。唐薇，我的上司居然是他。怎么感觉他俩气氛不对啊？能对才怪。他们两个同校同期同专业，一个总是第1名，一个总是第2名。我去，死对头啊！第1名是唐经理吗？不是童熙。童熙，明明我比你优秀，可在学校里你却处处压我一头，让我被人嘲笑了4年。不过有什么用呢？现在不还是成了我的下属？好巧啊，唐经理，没想到你也在陆氏。不巧，我妈妈和陆总的妈妈是闺蜜。难怪一毕业就能当经理，这关系活可真够硬的。你刚入职，有很多都不懂。正好有个项目在14楼开会，你把这个资料送上去。好的。唐经理，
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？怎么还让他去送文件啊？正因为如此，才让他去啊。这样，等我去补救的时候，他才会更狼狈啊。奇怪，这个资料怎么看着不对劲？太太，您这是？嘘，我代表采购部来送资料的，可以进去吗？当然。大叔，他出差回来了。西西，他也来了陆氏。陆总，采购部的资料送来了。看看。采购部是怎么回事？说了多少次了？西海湾项目很重要，你们是怎么把这种东西交上来的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刚也发现了资料好像有问题。有问题你还拿？说说看，你觉得哪里有问题？本次项目招投标，公司要求是质量优先。B 公司具有知识产权36件 ，C 公司具有知识产权28件。A 公司在价格上更有优势，按照打分标准，中标的应该是 B 公司，可这份文件上写的说是 A 公司。还有呢？本次招标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壁垒，原则上是可以走竞争性谈判的。可这几个商务条件明显带有针对性，不像是正常公司能满足的。我刚翻了一下营业执照，巧了，这些条件 A 公司都符合。所以，你觉得问题是什么？我觉得问题是，天爷，接下来的话好像不太能说吧？没关系，放心大胆说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陆总今天也太温柔了吧？是啊，平时早就开除了，今天怎么还引导起来了？难不成被人夺舍了？问题就是 A 公司为了抢标，可能用了低劣手段，此标涉及贪腐问题，甚至有内部员工牵连其中。陆总，我是不是说错了？小姑娘，你全对了。这个标因为贪腐问题已经被陆总废标了，涉事员工也被处理了。还好说对了，不然这一关就难过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发现根本问题，看来周校长说的不错，他本身就很优秀。不好意思各位，童曦他太粗心了，拿错了资料，这才是正确的，大家请看。唐经理，你的员工可不粗心哦。倒是你啊，唐经理，怎么安排一个刚入职的丫头来送资料？你这么粗心，采购部的工作能胜任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为什么童曦没有挨骂，挨骂的反倒成了我？剑圣哥哥，再出差错，以后采购部的工作就不用干了。资料先看，下次再议。好的，散会。剑圣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凶嘛？西西，等一下。西西，文月，怎么是他？在球场坚持这1年，阿月帮我挡了很多麻烦。这个生日礼物，希望他会喜欢。喂，真看上童曦了？这1年里，你又是送礼物，又是接下班的，但凡球场里有人欺负他，你都是第一个冲上去的。你说你到底看上他哪点？一股穷酸味儿，我都下不去嘴。玩玩而已，他这种人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？西西，我……文月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见。没想到文月居然也在陆氏，世界怎么这么小？西西，刚才的你真的很棒，这些年你又成长了很多。你也在会上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你为什么？两位这是认识？是啊，我跟西西是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怎么没听你提起过？2年前的事了，你那时候还没回国呢。西西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好吗？吃饭，这我喜欢啊！哟，都在呢，正好忙完了，我请客啊。微微你也一起。好，time马上上齐，各位请稍等。
西西，你什么时候来入职的？在哪个部门啊？今天在采购部。那不是你的部门吗？你可得照顾好他，不能让他受欺负啊。明书姐认识童熙？明书姐认识童熙？认识，当然认识。西西，姐姐的事儿你可别忘了。记着呢，姐姐。姐姐，这辈分不对吧？她是我小姨，西西，你得叫她小姨，咱俩才是一个辈分的。她为什么要跟你一个辈分？喝这个。谢谢。你的妈妈是姐姐的大姐？是，所以陆总是我小舅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所以说我居然成了文月的舅妈！天哪，这世界真是疯了，疯了！怎么回事？健身哥怎么对童熙如此体贴？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对我。我看啊，西西还得跟着阿月教才行，不然阿月可要伤心喽。伤心什么？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些传言。阿月，喜欢的话可得抓紧了。西西很吃香的，万一被人抢走了，你可别哭鼻子啊。我们只是朋友。知道，没有戳破窗户纸的朋友嘛，对吧？不是那样的，我和阿月……哎呀，都懂的。西西，你别害羞嘛，都快毕业了，谈个恋爱也没什么的。我们没有在……健身哥，诗雨，我亲自给你夹的，你开心吗？微微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这人就这样。你们从小就认识，最清楚不过了。是啊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情谊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比的。原来他们是青梅竹马。我们的确从小一起长大，白菜淡我，但是没有情谊。好了好了，他就这样。微微，你别生气。悄悄告诉你，如果没什么意外，微微就是我小舅妈了，估计这2年就得定下来了。陆总喜欢唐薇，不然呢？原来他有喜欢的人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意外，他也不会娶我的吧？健身哥，我喝酒了，要不你送我回家吧？没空。你这小子，好好说话不行啊！阿月没喝酒，阿月，你送微微回家吧。好。对了，西西，刚人多，我不方便问。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没去做手术，孩子的爸爸愿意负责，所以我准备生下来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真是什么渣男败类，想替你去打人呢。姐，你别胡说。我又没说你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行了，还杵这儿干嘛？西西又是给你打扫别墅，又是给你当牛做马的，你不送人家回家啊？我有说不送吗？那行，西西就交给你了啊。机会就在眼前，别忘了姐的事儿啊。姐姐再见。他好像不高兴，路上都没怎么说话，是我惹到他了，还是他和唐薇吵架了？过来。你和阿月很早就认识？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不是唐薇说的那样。文月他也不喜欢我。大叔，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叫我大叔？嫌我老？没有，不叫大叔，那叫什么？你说呢？我现在要挪过去客房。这里只有一间床，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实在是不适合。不适合什么？他为什么追着我问？我也是要脸的好吗？这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陆太太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但是没有但。
我怀孕了。放心，我会注意分寸。昨晚我居然跟他……我不是个纵欲的人，她还怀着身孕，以后还是节制一些。家人们谁懂啊？一睁眼就看见老板，这种绝望感，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有问题。醒了？醒了。累吗？不累啊，怎么了？既然不累，运动运动，锻炼身体。要不回去睡会儿？不了，我妈他们已经到饭店了，说好了今天要请亲戚吃饭的，不能迟到。我看会儿书，醒醒脑子。拿到了。工作上有遇到什么问题吗？他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工作倒是能处理，就是陆大哥，要是避免不了要和不喜欢自己的人打交道，该怎么办？你工作是为了什么？挣钱啊。他不喜欢你，影响你挣钱吗？不影响，就是影响心情。任何公司都会有影响心情的人和事，上班的第一要务是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当然，倘若对方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公司规则，你也可以举报到公司。陆氏不会允许职场霸凌的行为存在。以他和唐薇的关系，他会帮唐薇的吧？我还是不说了。童熙，我是你丈夫，你要记得，我一直都在。不好意思，门口有点堵车。健身呢？他在外。你们打车来的？打车那是真堵，还是开车方便，是吧，老公？开车和打车不都是走车道吗？那怎么能一样？自己有车总归是方便些。一会儿吃了饭，我老公开奔驰送你们啊。哟，倩倩老公又换车啦？还是倩倩有出息，找了个好老公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是啊，读书好有什么用？嫁得好才是真本事。人到齐了，上菜吧。到齐了。西西，你老公呢？他不来吗？他在。西西，这可是你们的结婚饭，不来是不是有点不讲规矩了？是啊，总得让我们见见面嘛。抱歉，来晚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接了个电话，大家久等了。西西，这是你老公啊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陆健身，我老公。哎呦，长得可真好看，跟电视里的明星一样。是啊是啊，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有钱才是重告里。听说你们是打车来的？不是，开车来的。哟，西西的老公也买车啦？有房吗？有，目前我们住在有一套3室1厅老房子，在西区那边，采光不是很好。拜托拜托，千万别说漏嘴啦！这些亲戚没一个好相遇的，我可不想被他们惦记。一套房，张正都不止这个条件，亏他编得出来。如西西所说，健身，你可得好好努力了。我女婿都3套房呢，西西从小娇生惯养的，你可别让她吃苦啊。是啊，我妈之前还给西西介绍了对象呢，条件比你好太多了。西西，你要是嫁给了陆江，也比现在强不是？相亲对象？是啊，人家可喜欢西西了，给了彩礼就差领证了。哎呀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陆江。这位就是陆江，西西的相亲对象。这位就是西西的老公陆健身，目前在给人开车。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陆江可是大老板，公司叫什么卓越，和陆氏集团都有合作呢。
陆氏集团。你一个开车的还知道陆氏集团呢？你说话客气点，什么叫开车的？难道我说错了？挑来挑去，你就嫁了个小白脸。童熙，你的眼光可真够差。我喜欢小白脸，我就喜欢他又怎么样？关你屁事！行，童熙，你别后悔。哎呦，西西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让妈给你介绍陆江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你俩已经在一起了，要不然……倩倩，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我自罚一杯。太过分了，林倩这么说，要是陆大哥误会了怎么办？事情明明不是这样的。西西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。他没有脚踏两只船，也不会脚踏两只船。你要是胡说八道造他的谣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他竟然相信我，还帮我说话。我没有造谣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实话，今天什么场合你很清楚，叫陆江进来什么目的你也清楚。你嘲讽我可以，倘若我太太的名声受到一点损害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对了，西西，你不是说健身给大家带了礼物吗？哦，对，拿进来吧。一个开车的能送什么好礼物？我结婚的时候可是每人送了1800的。哎呀，苹果手机还是最新款的呢，值不少钱的吧？既然姑姐瞧不起我送的东西，那就不送你了，免得给你添堵。苹果手机？不是，你送的苹果手机啊，太贵了吧？你的亲人，应该的。健身啊，你不是在开车吗？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？这都得几大万了。祖上有点资产，我碍事。健身，你是富二代啊？算不上，有点余钱而已。拜拜，到了给我电话。好。再让我看你玩这些，就给我滚出陆家！来人，把少爷给我带下去。不要碰我的东西，放开！大叔他喜欢这些，要去逛逛吗？不了，走吧。童熙，他怎么上了健身哥的车？我还没有坐过，他凭什么坐？别妄想勾引健身哥，你给我等着！上午的会，任何人不许迟到，包括陆大哥，谢谢你昨天帮我说话，飞机送你啦，祝你风有所向，心有所往。童熙，原来被人在意是这种滋味。先生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晚点到。不是刚说任何人不许迟到吗？陆大哥，你怎么？干嘛突然亲我？谢礼。什么谢礼？送我飞机的谢礼。哪有你这样给自己谋福利的？再说了，我送你飞机本来就是要谢谢你的。谢谢你昨天帮我说话，谢谢你相信我。那个陆江，我和他没关系的，之前的50万就是还他的彩礼钱，这个钱以后也会还给你的。不用，谢礼就行。别闹了，外面有人。童熙呢？童熙去哪儿了？你们看见童熙了吗？西西好像去茶水间了。唐薇来了，不好，要是被发现了就麻烦。西西好像去茶水间了，唐经理，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他回来再说？喂喂，找西西啊？是啊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一个实习生居然敢玩忽职守，我看他是不想干。文月也来了。西西，你在里面吗？西西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。你们干嘛呢？这话该我问你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
接电话怎么了？接电话？你骗鬼呢！我倒是要看看你在玩什么把戏。唐经理，找我有事吗？这是卓越的年框合同，已经到期了，你去找他重签一下，条件都在里面。好，我去谈。童心，你就等着从陆氏集团滚蛋！怎么回事？唐薇居然把签供应商这种肥差交给你这个死对头，他怎么想的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总不可能是脑子抽风了吧？西西，我们聊聊。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，文总，请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西西，究竟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太太今天约了卓越谈续约。是的，先生，在哪里？开始了吗？约在了16楼的会议室，好像已经开始了。陆总，电话里已经聊得很清楚了，你迟迟不肯签合同，是对条款还有疑问吗？西西，别那么冷漠嘛，咱俩也算是老熟人了，叙叙旧总还是可以的吧？我和你没什么可叙旧的，合同你要是不签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和陆氏合作的规矩我懂的。合同咱们签2年，我给你返点20%，行不行？你贿赂我？你来采购部不就是来捞油水的吗？装什么高尚？谁说我是来捞油水的？20%，你还真给得起？行，合同你不签是吧？我走。哎，签，怎么不签？还有事儿？手机忘拿了。小美女，真不考虑跟我？我技术很好呀，可比你那个小白脸强多了。打断陆江的手，尤其是右手。是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在忙工作。唐经理叫我梳理一下供应商管理方案，说是明天要开会，我怕我做的不好，所以准备再检查一下。这里要修改一下。还有这里，机制设立的初衷不是约束供应商，而是优化流程，降低风险，实现共赢。看，这样修改是不是更严谨一些？他真的好好，一直在教我，帮我解决问题。只可惜我们只是协议结婚。这是送你的。这很贵的吧？我不能收。带着吧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它。况且，我要收谢礼的。什么？文月，他也在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会议开始之前，我想说个题外话。我们采购部居然有人收受贿赂，触犯公司底线，这种行为，身为负责人的我绝对不能容忍。说谁呢？我不知。童心，有供应商实名向我举报这件事，你认还是不认？唐经理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西西她不可能做这种事的。是啊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进来。这不是那天的供应商吗？他手怎么了？陆江，你来说下情况吧。情况就是他，童熙签合同的时候明目张胆跟我要价，一要就是20%。我们挣点钱也不容易，一时气不过就向唐经理举报了。太太，今天的会议开始了吗？已经开始了。走，我们也过去。不是说不参会吗？怎么又要去了？该不是怕太太受欺负，特地过去撑腰的吧？童心，你不是想勾引健身哥吗？等我把你赶出陆氏，我看你还怎么……西西的为人我最清楚，她不可能受贿。陆先生，这里面真的没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分明是栽赃！我还说你不行呢，你是不是真不行啊？肃静，陆江，
你有证据吗？当然，和陆氏合作的规矩我懂的。合同咱们签2年，我给你返点20%，行不行？20%，你还真给得起？行。这是转账证明。不久前，童曦让我把合作款的20%转到了他的账户。童曦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陆总，我没做过的事儿，我不会忍。陆江认识我表姐，能达到我的银行卡账号，并且往里面打一笔款，这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对吧？哼，那你怎么证明这笔钱不是你受益的？就是，你还怎么狡辩？我没有狡辩啊。那你就是承认了。采购部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贪污受贿，你的行为已然触及到公司底线，按照陆氏集团的规章制度，必须开除处理。来人，把童曦给我带出去，关闭他的账号，不许他再进入公司。等一下。陆总好。陆总？什么陆总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就是我们陆氏集团的执行总裁陆建深。陆建深，他居然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？他不是司机，他是总裁，那童曦不就是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童曦他触犯了公司底线，我正准备开除他呢。谁说他触犯了公司底线？什么意思？童曦有没有违反规则？我最清楚。签合同了，我正好就在。陆总，怎么了？陆江冤枉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自辩呢。要不我先说。陆大哥刚才不会是要帮我说话吧？他一开口，咱俩的关系不就暴露了吗？行，你说。陆江冤枉我收受贿赂，并且拿出了录音和转账记录。但录音这种东西，掐头去尾也是有可能的。我建议大家听听原版。原版？哪来的原版？难不成你有？不巧，我还真有。西西，别那么冷漠嘛，咱俩也算是老熟人了，叙叙旧总还是可以的吧。我和你没什么可叙旧的，合同你要是不签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和陆氏合作的规矩我懂的。合同咱们签2年，我给你返点20%，行不行？你贿赂我？你来采购部不就是来捞油水的？装什么高尚？谁说我是来捞油水？20%，你还真给得起？行，合同你不签是吧？我走。这才是完整录音。你居然录了音？怎么，只许陆总栽赃我，就不许我保护自己了？太过分了吧！居然捏造证据，污蔑同事，干这种恶心人的勾当！居然录了音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另外，在收到陆江款项的当天，我已经把钱转到了公司的投诉账户，并且发了举报邮件。不信你们可以让投诉部查看后台。还真是，上周就收到举报邮件了，应该是举报部的同事没来得及处理。一个要受贿的人，怎么会主动把赃权上交呢？不知道啊，所以说童曦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。这也不好说，万一童曦是怕被发现，自己主动上交的呢？这个录音也不能撇清他的嫌疑啊。这还不能撇清啊？我也是为了公司好，万一传出去说我们包庇受贿员工，那我都拿出这些了，也不能证明吗？童曦，我也不是不相信你，这些东西都很片面，很难让人取证啊。是吗？那你别后悔。喂，唐经理，童曦已经上套了，这次一定帮你弄走他，到时候返点的事儿，记得给他打款，罪名给老娘坐实了。放心吧。还有事儿？手机忘拿了。现在可以取证了吗？居然是唐经理算计童曦！童曦，你居然敢算计我！建深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陆建深是陆氏集团总裁，他一定会保童曦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自保。是他，是唐薇，就是他让我栽赃童曦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是你想把童曦赶走，才让我给他下套的。陆总，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不是有意针对童曦的。你个见风使舵的小人，建深哥，你一定要……没想到他准备的这么充分，还挺聪明。果然，
她一直是那个聪明冷静的学霸西西。难道剑生哥真的喜欢上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事情已明，无需再辩。卓越即日起进入黑名单，集团通报，永不录用。陆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陆总。唐薇，开除处理。什么？剑生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有本事做，就要有本事认。唐薇，你说呢？散会。西西，昨天你好棒，简直是精准反击。小意思。西西，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西西，你昨天太棒了！你说你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的啊？我都以为西西要被欺负了，没想到，西西，你还是那么棒。其实没有啦，是有人教过我。陆大哥，明天我要和供应商签合同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保护自己。什么意思啊？采购部是公司最能捞油水的地方，任何诱惑都有可能是陷阱，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，明白了吗？谁呀？谁还会教你这些？没什么。明书姐，你找我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西西，见到健身老婆了吗？她叫什么名字啊？漂亮吗？好不好相处啊？什么？小舅结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臭小子，瞒得可严实了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啊！完了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现在怎么办？要不乱编？见是见过了，不过剑生哥，说吧，你以徐总的名义约我出来，究竟想要说什么？剑生哥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剑生哥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来陆氏也是为了你。现在我不能待在陆氏了，所以有些话我一定要说。我去，微微这架势，该不会是要告白吧？小舅不是结婚了吗？他不知道？妈呀，这是什么绝世修罗场？陆大哥喜欢唐薇吗？唐薇告白，他应该会很高兴吧？剑生哥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所以我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结婚了，我老婆已经怀孕了，所以你别说了，懂了吗？什么？怀孕？我要当姑姑啦！我有弟弟妹妹了。完蛋了，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？怎么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？我不信！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什么时候办的婚礼？什么时候买的钻戒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信！我没有告知你的义务。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认识而已，并不代表什么。我不信！我不信！我现在就要问姐姐！我现在就要问她！明书姐，剑生哥说他已经结婚了，这件事儿应该是真的。他是谁？我认识他吗？这小子生怕他被欺负，藏得严严实实的。对了，怀孕的事儿是真的吗？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陆家有后了，爸妈知道了一定很高兴，我也不用被催了。你小子办事儿可以呀，薇薇，你看我这弟弟没福气，你这么优秀，要不换个人喜欢？不，我不要。剑生哥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薇薇，你们聊，我去看看他，免得出什么事儿。热闹看够了，这哪看得够？陆总青年俊才，吃个饭都能被人告白，真是令人羡慕。你也不差，还有我侄子陪着你。小舅，恭喜你找到小舅妈，什么时候带出来见见呗？不了，她害羞。害羞？小舅妈真有意思。对了，她是哪家的千金啊？我认识吗？你想认识吗？那个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家了。等一下，西西，
你喜欢看电影，我一直很后悔，以前没能陪你看。这次我一定准时赴约。不用了，我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小舅，你这是……我的员工就不劳你费心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小舅对西西……不可能，他这种身份，小舅不可能看得上。小舅已经结婚了，兴许是我想多了。电话。陆大哥，你要做什么？别叫我陆大哥，那叫什么？自己想。昨晚真是累死了。这个男人看着挺斯文冷漠的，怎么这么热衷于那种事儿？文月也这么看过你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真是疯了。我和他只是协议结婚，为什么总是想到这些？西西，接吻吧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大新闻，陆总居然结婚了！你们怎么知道？这不都上新闻啦？也不知道陆太太是何许人也，命这么好，居然嫁给了陆总，羡慕死了。就是。对，不对啊，西西，你刚才的话怎么好像你早就知道的样子啊？西西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快说说呗，陆太太究竟是谁啊？长得漂亮吗？开什么玩笑，我哪知道？不聊了，我先去填转正申请了，再见再见。会不会是公司的人啊？怎么可能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也是。想不想知道你小舅妈是谁？你有办法？明天咱们这样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弟呢？先生和太太刚起，估计一会儿就下来了。这都中午了，才刚起呢，两口子感情不错嘛。哎，正说着呢，下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西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啊，西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弟媳呢？我弟媳在哪儿？弟媳，她逛街去了。逛街？不是说在楼上吗？西西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也是刚到。陆总说今天需要做打扫，怕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就来了。这样啊。你来这里做清洁？是啊，我经常给陆总打扫呢，挣点外快嘛。大清早来我家，有事？你这小子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？都是给弟媳准备的，她怀着身孕，需要多补补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但礼不能废。我这个当姐的，该表示表示的。谢谢姐。不客气。
草莓来喽！这是你最喜欢吃的，太好了，这草莓看着卖相真不错。陆总，我能尝一个吗？你问他干嘛？吃，随便吃。谢谢姐。东西送到了，还不走？你这小子有没有良心啊？我还等着看弟媳呢，你就赶我走，是吧，阿月？西西，我们单独聊聊。他还要做清洁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怎么回事？这舅侄俩怎么气氛怪怪的？算了，还是改天再看弟媳吧。突然想起我还有事儿，阿月，我们走吧。对了，微微把你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爸妈，老两口正从国外赶回来呢。你瞒着我们可以，他们想见儿媳妇，你总不能不让见吧？要见你爸妈啊！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事。怎么了？小姨，西西真的是来打扫卫生的吗？她和我小舅是有什么关系？你想什么呢？西西是有男朋友的，她真的是来打扫卫生的。当初还是我介绍她来的呢。你说什么？她有男朋友了？啊，是啊，她还怀……不对，西西有男朋友了，还怀孕了，我的弟媳也怀孕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该不会……阿月，你先回去，姐还有事儿。男朋友？怎么会有男朋友？西西，你喜欢的是我，是我。草莓吃吗？啊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能不回来吗？臭小子，你瞒得我好苦啊！搞半天，西西就是我弟媳。你说悉你怎么能这么缺德呢？结了婚还不给人家名分，冤枉啊！是他不想要。西西，他有欺负你吗？有。你个臭小子，你还真欺负女人啊？没有，陆健生哥他对我挺好的，没有欺负我，我开玩笑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太好了，我本来就喜欢你，没想到你居然成了我陆家的人。这肚子里怀的还是我陆家的宝贝金孙，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抱歉，明如姐，之前一直没跟你说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你可得好好对人家，要是敢欺负他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哪敢啊！不是来见你爸妈吗？你怎么看上去比我还不高兴啊？我不是不高兴，只是不想见到我父亲。为什么？他根本就不心疼我，也不喜欢我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他欺负你。反正我这个儿媳是假的，不喜欢就不喜欢呗，我才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呢。走吧。你一直都在想着离婚啊？真也好，假也罢，你现在是我老婆，不能想着别的男人，知道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算了，迟早都要离婚的，说那么多干嘛？走吧，别让你父母等急了。哼，小笨蛋。
爸妈，这就是我的妻子童熙。爸妈、姐姐，你们好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听说你怀孕了？是，4个多月了。哎呦，真好！你姐姐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也就你不嫌弃我这儿子性格冷、脾气怪。说真的，我都担心他娶不到老婆。就是，也就你要他。没有，健身哥他很好的，对我也好。你不嫌弃他，是他的福气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妈，妈帮你教训他。妈，你怎么胳膊肘还外拐呢？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你应得的，收下吧。妈还给你准备了别的礼物，一会儿记得搬车上去啊。谢谢妈。老陆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你跟我来。我去就来。你要是累了，让我姐带你去房间休息。好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就是这么跟你父亲说话的啊？我问你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说？要不是微微，我跟你妈现在还蒙在鼓里。我的事儿，我自己做主。放肆！你是陆家的继承人，你的事儿也是陆家的事儿。所以，我只是陆家继承人，不是你儿子。我的幸福不重要，陆家的基业更重要，是这意思吗？你想气死我！反正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您都不认可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生下我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算了，让他好好静静吧。他们俩一见面就吵，家里的人都习惯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去世的大姐，也就是阿月的妈妈，文月的妈妈去世了。是啊，我大姐是飞行员，开军用飞机的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这是健身哥吗？我弟弟也喜欢飞机，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飞行员，可我爸爸不让。因为大姐的缘故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他不想再经历了。所以，但凡看健健身旁任何有关飞机的东西，都会被砸得稀巴烂。父子俩的关系也因此格外紧张。难怪上次看到飞机模型，他会是那种表情。原来他也有不快乐的童年。姐，我去找健身哥了。去吧。喂，老赵啊，我儿子有儿子了，你儿子有没有啊？嗨，那你儿子可比不上我儿子。健身接手了陆氏，不但把公司经营得很好，还把终身大事解决了。你说厉不厉害？还有我儿媳妇，又能干又漂亮，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。说真的，之前我还想撮合她和薇薇来着，幸好我儿子眼光比我好。喂，老秦，我儿子结婚了。刀子嘴豆腐心，真是别扭的父子。哎，有了！什么东西掉了？妈送我的镯子，我在前面弄丢了。健身哥，你帮我找找好吗？好，带我过去吧，我帮你找。你对西西有意见？谁说的？你今天那么凶，难道不是有意见？莹叔跟我说，西西都吓哭了。你哭了？嘘，西西很好，是臭小子捡了大便宜了。你放心，以后孙子出生了，我帮他们带。少来，万一以后孙子也喜欢飞机，你怎么办？当然是买下来了，他喜欢什么，爷爷就给他买什么。
他要是想当飞行员，那就当，爷爷举双手支持。儿子不让碰，孙子让碰了。这些年我也在反思，当初是不是不该阻止健身？那是他的梦想，是他的追求。可惜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，但你可以和儿子和好如初啊！看你俩这么别扭，我都难受。哪有老子给儿子低头的？我知道他怨我，不过看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。你都听到了，父亲，我从来没有怨过你。我知道，您不让我学飞机是因为大姐，但我不理解，您为什么从小对我不闻不问？健身，爸爸没有对你不闻不问，爸爸只是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。飞机的事情，爸爸欠你一句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愣着干嘛呀？就这一个和父亲和好的机会，你不要吗？我接受您的道歉。哎呀，这才像一家人嘛！你们父子俩能和好，我也开心了。走吧，去吃饭。咱们父子俩好好喝一杯。好。对了，西西，你爸妈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也去登门拜访一下，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，这样才显得尊重。原来您之前是这个意思。不然呢？你还以为我真不喜欢西西啊？怎么不开心？没有，我只是马上要去我家商量婚事了。可我们只是假结婚，总有一天会离婚的。谢谢你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让我解开了心结，让我和父亲和解。我知道你是故意把我带过去，让我听到那些话的。你和我妈在演戏，对吧？可是健身哥，你爸的话却是真心话。我知道，别叫我健身哥。啊？大叔不行，陆大哥不行，健身哥也不行，那我叫你什么？叫老公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到陆氏集团门口了，过去就是商场了，你在门口等我啊。我先去西城开会，晚上再来接你。好，拜拜。童熙，怎么是他？保安大哥，刚才那车好漂亮啊，车上的人你们认识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老板的车我能不认识吗？老板？是啊，那是我们陆氏集团总裁的车。刚那个女孩经常从老板车上下来。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先派公文也好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还经常？不是，童熙怎么会从总裁车上下来？这不合理啊！还能是什么？现在的女孩子一点都不自爱。你认识童熙？你是他什么人？唐经理好。经理，职位比童熙高，说不定能收拾童熙。我是童熙的表姐，刚看到她从总裁的车上下来，有点震惊罢了。毕竟她都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童熙结婚了？是啊，他都结婚了，还勾搭陆氏总裁，这不就是小三儿吗？是啊，真是不要脸。童熙，没想到你居然结婚了，那就坏了我，还敢勾搭健身哥哥，等着瞧，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。哟，这餐厅档次不错啊，托了不少关系吧？是亲家那边邀请的。
亲家好。哎呦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真是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孩子们都结婚了，两家第一次见面，希望亲家不要见怪。没有没有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亏待西西的。婚礼、彩礼、嫁妆都由我们来准备。是。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们一定满足。宾客酒席我们全部包办，看两个孩子想在国内还是国外办。还能在国外办，这不太好吧？就是，这不太好吧？妹夫一个司机，哪来的钱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司机？什么司机？糟糕，露馅了。那个健身不是在给别人开车吗？不过没事儿，孩子合适最重要。合不合适还不好说呢。这是表姐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针对你们，我只是替妹夫鸣不平。他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就被戴绿帽子了呢？什么绿帽子？别听他瞎说，他玩笑的。妈，我没开玩笑，我亲眼看到童熙从别的男人车上下来，经常坐那车，孤男寡女，谁知道干什么勾当？你别胡说，西西不是这种人。就是，我们相信西西。林小姐，我念你是表姐一再忍让，再污蔑西西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亲眼看到的，这就是证据。他从陆氏集团总裁车上下来，他是小三儿。哦，原来是陆氏集团。哦，原来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童熙他不检点，结婚还乱来，你们怎么还叫得出来？不好意思，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陆氏集团总裁陆健身。陆氏集团总裁？那西西不就是陆氏集团的老板娘？喂，西西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还记得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记得了。你有男朋友了是吗？对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正在商量婚事。没事，我先挂了。西西，你是我的，是我的！你等着，我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，一定会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大家都在呢。你是我的，以后少和文月来往，知道吗？他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他这是吃醋了？这是西西很好，我们全家都喜欢她。这是彩礼，1688万，一定要收下。1688万！这是给西西的别墅和车，已登记在她名下，算婚前财产。还有，够了够了，西西能嫁给健身是福气，这些我会当嫁妆给她。能娶到西西才是我的福气。你怎么还不睡？明天就是公司的周年庆典了，爸妈说他们也要去，你不怕起不来啊？一起。
对了，那些彩礼、房产什么的，暂时放我那儿，离婚的时候我会都还给你的。你要还给我？不然呢？我们本来就是假结婚。你很好，只是不属于我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失控了？明明说过要克制的，为什么一听到离婚？西西，你是我的，永远都是我的。西西，西西，你吃这个。这个好吃。你看那边，陆总的父母都来了，那个陆太太是不是要来啊？她在啊，她在哪儿？你见过啊？我随口说说的，你先吃，我去下卫生间。西西，我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。西西，对不起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对你的感情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哇塞，文少爷在求婚哎！这也太幸福了吧！西西，答应他！西西，答应他！不是，这臭小子吃错药了吧？他没病吧？怎么向西西告白啊？明叔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天哪，闯祸了！健身他人呢？阿月，起来吧，别开玩笑了。小舅，我没有开玩笑，很早之前我就喜欢西西了，只是我一直不敢承认而已。是吗？你知不知道？阿月啊，你也太傻了吧！童熙这么贱的人，不值得你喜欢。快起来吧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唐薇，你说话注意一点。童熙可不是你们随便污蔑。污蔑？健身哥，你还在袒护这个贱人呢？你知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儿？他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清楚？你真的清楚吗？你知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？他是有老公的。什么？西西结婚了？他不是刚毕业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有老公还勾引你，他这是脚踏两只船，是小三儿！你怎么能帮着这种人说话？什么意思啊？西西勾引了陆总吗？胡说八道！这怎么可能？不能让他这么污蔑西西！我要去帮西西说话。我知道你心疼西西，健身不是在哪儿吗？你先别着急，看看再说。是啊，妈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童熙什么时候勾引我了？是啊，薇薇，你别乱说话。现在帮我放着。童熙，这难道不是证据？西西为什么从陆总车上下来啊？难道他俩真的？陆总不是结婚了吗？童熙真是小三儿？呸呸呸！你们别胡说八道，都是同事，蹭个车也不是没可能啊！西西，你和小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送我自己老婆上班有问题？什么老婆？小舅，你的意思是你娶的女人就是西西？当然，童熙就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我们是持证上岗。西西是陆总的老婆，那不就是陆氏的老板娘？什么？天哪，这是什么鬼热闹啊？不可能，西西她喜欢的是我，是我。如果不是因为说错了话，我们不会。我的女人
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可是小舅，你不是说小舅妈怀孕了吗？西西她根本就没……她怎么没有？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西西，其实我……西西什么西西？那是你小舅妈，别丢人了行吗？今天不是愚人节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啊！快叫小舅妈！我没事，我去看看他。所以，童曦还没进公司，你们就在一起了。剑生哥，你太过分了！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却把我当傻子耍。这是我和西西的事，我没有告知你。可你明知我喜欢你，童曦是我对头还瞒我，贱人，都是你害了我！薇薇，够了！兰姨，你是我妈最好的朋友，怎么能帮童曦？西西是我儿媳妇，我当然帮她。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？你们无婚约无爱情，何必执迷不悟？各位，陆家在此做个说明。童曦是我陆家认定的儿媳妇，谁乱传谣言，别怪陆家翻脸。想和我陆家作对的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兰姨，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！哇塞，西西命也太好了，公公婆婆竟然这么维护她，老公又帅又温柔，这就是豪门生活吗？爸妈，谢谢你们。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？好了，我们去忙了，你们两口子随意。原来你不喜欢他。喜欢谁？唐薇啊，你们青梅竹马，我还以为离婚后你要跟他在一起呢。陆太太，都现在了还想着离婚？这是婚戒，这样你就是我一人的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别想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的结婚协议不作数了吗？对了，下周学校的毕业典礼，我们一起回去。好。下面有请本届优秀毕业生童曦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。大家好，我叫童曦，又到了1年1度的毕业季，我们将走向更耀眼的舞台。怎么样，我的学生优秀吧？优秀，不过我的老婆更优秀。不可能，你老婆谁呀？怎么可能比我的学生优秀？我的老婆就是比你学生优秀。你唐薇小姐，您办理的出国申请已审批，航班信息发您手机，请注意查收。童曦，我承认你很优秀，但我不会放弃，等我回来，一定比过你。未来我们以所学践行初心，以奋斗书写人生。我的演讲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西西真棒，西西真牛，给你点赞。现在，请各位老师、同学移步至合影区拍照留念。对了，陆教授，你还没说你老婆是谁呢？周校长出来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下雨了，这还怎么拍照啊？就是什么时候能停啊？没事儿，再等等嘛。看这架势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停了。结婚了，婚戒都戴上了。不是吧，西西你才多大，刚毕业就结婚？一手结婚证，一手毕业证啊？老公谁啊？帅吗？西西，西西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那是她老公？怎么可能？
西西的老公比她帅多了。西西，你见过啊？有照片没？给我们看看呗。这是西西的私事，没经她允许，我绝对不会说。对不起，这些年我欠你一句道歉。没事，当年你也是真的帮助过我。阿月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得向前看。西西，倘若我当初没说那些话，我们之间会不会……阿月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的，未来比过去重要。哎，那是谁啊？怎么和童熙在一起啊？周校长，稍等一下。好。陆教授好帅啊！听说陆教授还是单身呢，谁嫁给他赚翻了，这辈子肯定超幸福。清醒吧，愚蠢的人类，你们已经没机会了。陆教授怎么去那边啊？他这是去找西西？教授又不认识西西。你怎么来了？下雨了，我来接老婆回家。什么？老婆？什么老婆？西西的老公居然是陆教授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绝世大瓜啊！西西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早点回家，下雨了，别着凉了。知道了，小舅。你们这是？周校长好。周校长，我老婆是不是比你学生优秀？好啊，陆教授，童熙她才刚毕业呢，你怎么就把人拐跑了啊？什么叫拐？我们这是两情相悦，水到渠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闷声干大事，这的确很像你的作风。婚礼的时候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！一定。周校长，那我们先走啦。好，再见。你刚跟周校长说的话好像不对吧？什么不对？我们不是两情相悦，我们只是协议结婚。等我生下孩子，我们就……先回家，回家再说。这是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陆太太，结婚时我不知道会这么喜欢你，现在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1年太短了，要不我们签个终身协议？你这是在告白吗？怎么还不够明显吗？西西，我喜欢你，你是不是也对我？嘘，先别说话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上楼看看就知道了。当当当当，这可是我精心准备的，你可别说不喜欢啊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所以，我喜不喜欢你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